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呼吁亚洲佛教徒和平大会与会代表勤学佛法；司政洛萨桑格在英国伦敦会见远藏团体代表和藏人青年；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结束对美国的参访行程。瑞士议员就西藏及其与中国的双边人权对话问题向政府提问。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署长在多伦多与藏人进行交流。西藏亚青佛学院僧尼再次面临被驱逐的危机。美国国务院发布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第11届亚洲佛教徒和平大会圆满闭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第11届亚洲佛教徒和平大会于上周五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召开。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透过录制视频向与会各方代表致意，并呼吁与会的各方代表认真学习与当今社会息息相关的佛法哲理，而不是盲目信仰。设立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亚洲佛教徒和平大会于6月21号至24号召开该组织第11届亚洲佛教徒和平大会。达赖喇嘛尊者透过特别录制视频祝贺大会顺利召开，并向与会各方代表致意。达赖喇嘛尊者在视频中首先提到了有关达赖喇嘛尊者曾在1979年首次访问蒙古的事迹，并强调佛法是透过逻辑和辩证的方法来学习，因为佛陀释迦牟尼曾经向信众开示，要透过调查实践来学习他所讲的法，而不是盲目的信仰。尊者呼吁人们善用佛法来认清和消除我们所面临的负面情绪。达赖喇嘛尊者还在视频中谈到蒙古与西藏之间拥有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以及法王八思巴将萨迦派传承传播到蒙古，达赖喇嘛尊者的尊称来源和蒙古的渊源。尊者还提到了第3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时期格卢传承开始盛行于蒙古的历史，以及蒙古高僧大德和学者为弘扬佛法而做出的贡献。达赖喇嘛尊者呼吁蒙古和东南亚国家的人民研究和学习佛教哲学，因为当今世界最顶级的西方科学家也在学习和研究佛法。达赖喇嘛尊者最后还呼吁蒙古、越南、日本、中国等亚洲佛教国家的信众不要把佛教视为是一种信仰，而是运用佛法的理论和哲学来实践慈悲利他等价值观，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出席英国西藏之家基金会成立25周年庆典，会见在英国经营的与西藏有关的多个慈善机构的代表和藏人青年，并针对西藏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6月19号，在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西藏之家基金会的组织下，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受邀出席了该组织成立25周年庆典活动，并在其活动主办方的安排下会见了在英国多个涉藏慈善机构的代表，并且针对西藏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6月20号，司政洛桑桑格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该报中国版编辑詹姆斯·基恩同司政就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制度、中国的人权问题、“一带一路”的倡议等进行了讨论。6月22号，司政洛桑桑格与英国气候科学家克里斯·拉布利教授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以气候变化与西藏环境为主题展开了一场讨论。著名记者艾米丽·布坎南主持了当天的讨论会。6月24号，司政抵达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展开了一系列的访问。期间会见当地藏人民众，
鼓励他们在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下，让各自的儿童从小接触和学习本民族的独特文化和宗教习俗。25号晚上，司政陆萨桑格出席了在苏格兰议会召开的跨党派支持西藏团体会议，并且针对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发表了演讲。此外，由西藏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议员宫阙曲丹率领的议会代表团，本周圆满结束了对美国各地展开的一系列参访行程。在西藏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议员宫阙曲丹的率领下，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莫朗他钦、突丹加参和次仁纳木等议员于6月19号在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仁的陪同下参访了美国国会，并会见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吉姆·麦戈文在内的多位政要。上周五，议会代表团和代表欧洲次仁与美国民主党及联邦众议院议员汤姆·苏奇奥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举行了会晤。在此次的会晤中，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向上述议员们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议员们也在会晤中承诺将会继续关注和支持西藏的自由抗争事业，并且尽各自所能地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得西藏境内的局势尽早得到改善。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节目。瑞士国会议员就西藏问题和瑞士与中国的双边人权对话的效力向联邦政府提出质疑。在6月21号结束的瑞士国会夏季会议中，瑞士国会议员支持西藏小组副主席雅马拉格夫女士为首的该组织多位成员向政府提出了质问。随着西藏和新疆地区的人权状况不断的恶化，马雅拉格夫议员就瑞士与中国的双边人权对话有效性向政府提出了质问，要求该政府重新调整对其中国的政策。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署长索南曲培于6月22号会见了加拿大多伦多的流亡藏人民众，并介绍了流亡藏人社区选举制度的规则和条例的变化。6月22号，在访问加拿大多伦多的行程安排中，署长索南曲培会见了当地的流亡藏人民众，并向与会民众介绍和探讨了有关流亡藏人社区选举制度的规则和条例的变化，并澄清了与此有关的多个事项。另外，西藏著名的佛学中心亚青佛学院位于西藏德格地区，现四川省白玉县昌台区阿长乡境内。续数年前该佛学院的僧尼遭中国当局驱逐后，近期再次面临被驱逐的危机。在西藏色达拉荣寺及白玉县境内的亚青佛学院，数年间已有众多僧尼遭到驱离，被迫返回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并遭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和有辱人格的待遇。2016年，中国当局大规模拆毁了世界最大的藏传佛教中心拉荣五明佛学院和亚青佛学院，导致数千座僧舍被毁，数千名僧尼被驱逐出上述两座佛学院。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今年5月开始，中国当局大规模驱逐亚青佛学院僧尼学员，近3500名僧尼被驱逐。由于驱逐行动仍在进行中，因此遭驱逐的僧尼人数将陆续增长。据报道，目前尚未发现僧舍被摧毁，但当局正在密切关注该佛学院的举动，并且派600多名军警驻扎在亚青佛学院。另外，美国国务院于上周六发布了2018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该报告涵盖了世界各国侵犯宗教自由的压制性的政策。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在西藏大规模干预和打压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并试图控制西藏宗教领袖的转世权。这份于6月21号由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报告中，符合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
关于特别关注国家标准的16个国家为从事或容忍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这些国家进行系统性、持续性和令人震惊的侵犯宗教自由，包括中国、朝鲜、叙利亚和俄罗斯等国都被贴上了侵犯宗教自由的标签。继续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6月24号，在第11届亚洲佛教徒和平大会闭幕式上，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办事处代表戴洛仁波切向与会各方代表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4项人生使命的神圣性，并强调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普世责任的神圣观点与亚洲佛教徒和平会宗旨之间的密切联系。尽管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被迫取消参加在乌兰巴托举行的第11届亚洲佛教徒和平大会，但藏传佛教4大教派和本教的高僧大德代表西藏顺利参加了本次大会，并且成为历届会议西藏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玉托嘎玛格列于本周2发布新闻声明，祝贺有蒙古和西藏的高僧大德和各佛教国家代表出席的第11届亚洲佛教徒和平大会，并强调，尽管大会受到中国外交部的强烈干涉，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